苏小姐啊，真想不到，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啊，奶奶啊，你都没有尝就夸我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我的拿手好菜马上就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来，坐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有人给我们烧好吃的。哦，贺锦熙又学新菜了。他呀，出去了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甭管他。那是谁呀？苏小姐啊，今天亲自下厨露两手，你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他呀，他做的饭能吃吗？苏小姐的手艺肯定会不错的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吃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好心好意的给咱们烧菜，你怎么着也得客气点啊！人家毕竟是客人。哼，客人，您还不知道他到我们家来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对咱们好就是有所图啊！奶奶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反正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看你是多想的。啊，西城回来了，正好我也准备好了。奶奶，这份是你的牛排，怕你肠胃不好，所以做的7成熟。哎呀，好。妹夫，这份是你的5成熟。哟，对我的口味挺了解嘛。怎么说话？啊，那个我是听我表妹说的。奶奶，你快尝尝吧。哎，好，尝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味道真好，跟外面大厨做的没什么两样。奶奶，只要你喜欢最好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吃啊！多年，妹夫，你怎么不尝一尝？吃啊！我只吃贺锦熙做的牛排。苏小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呀说话就是这么直。